閉幕以及頒獎嘅時間啦，喺呢一度咧，先為大家介紹一下今日出席我哋典禮嘅嘉賓，佢哋分別係澳門社會工作局局長葉炳權先生，歡迎局長。繼續有澳門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張素梅女士，歡迎副主席。第4屆港澳定向追蹤日主要贊助澳門漁人碼頭董事鄺其志太平紳士。澳門勵進創建有限公司黃月德處理首席營運總監，同樣嚟自澳門勵進創建有限公司嘅市場及銷售副總裁蔡碧儀女士，澳門漁人碼頭副總經理劉慧平先生，我哋嘅2位活動大使周麗琪小姐、鄭伊健先生。2009年澳門小姐冠軍李若瑩小姐，亦都有我哋救世軍港澳定向追蹤日嘅籌委會委員菲迪華女士、倫永生先生，thank you。滿分360分，3小時42分鐘完成比賽。喺台上面恭喜4位朋友。上台咧，你喺邊啊？4019，揮下手先。喂，又喺上面啊！嗱，林啊，嗱，你冇諗過自己攞獎嘅咩？坐到咁高。好啦，阿 Nicky 呢度咧，除咗有獎座預備咗俾大家之外咧，當然亦都係預備咗呢個嘅精工錶咧，送俾大家咧，作為呢個冠軍嘅禮物嘅。再一次恭喜4019隊嘅4位隊員啊，分別有鄧志豪、莊卓倫、馬浩坤同埋陳柏希。企埋少少啦，留牌子，唔使太怕醜。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再次係邀請傅三書上教咧上台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 Nicky 㗎。咁啊 Nicky 咧，亦都係當年支持我哋嘅活動，咁啊繼續咧喺今屆裏面咧擔任我哋嘅推廣大使嘅。我哋多謝周麗琪小姐成為我哋嘅活動大使。